刘德章，快起来！索大人到了。带去。刘德章，你到底还有什么事想见本官啊？索大人，罪囚有要事相禀报。你到底还有什么事啊？啊！索大人，罪囚知道，我这次犯的可是杀头之罪啊！可是我仍然想戴罪立功，想换取我那继室夫人秋敏，还有她腹中胎儿的2条性命啊！索大人，你呀，你想的挺美的，你还没想明白呀？自己犯多大的罪你没数啊？啊！索大人，刘德章，你犯的是诛9族大罪。现在新上任的山西巡抚已经将你的继室裘敏，还有他的弟弟裘贵一干人等全部捉拿了，不日就会押解进京，跟你一起当街问斩。索大人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罪囚这次犯的那是逆天之罪呀！可是索大人，我所要举报的，那也是非同小可呀，是关于丽妃娘娘的一个秘密，对于皇后，还有索大人，乃至和顺里整个家族。你们都先出去，我要和他聊聊。这。刘德昭，你想好了？若你举报之事确有价值，那本官可以保证，把你夫人裘敏和她腹中的胎儿保下来。这大人呐，我会啊！说来我听听，什么重要的事？索大人，我所要说的事儿，干系到皇家的体面，我想越少人知道越好吧。他没事，他是我亲外甥。啊，索大人，罪囚说，我听说这书剑之女舒婉心回宫之后，用了没多久，就被皇上封为了丽妃，是吧？是啊。而且现在后宫十分得宠，可说的呢。索大人呐，你可不知道啊，现在正在受到皇上恩宠的，并不是真正的舒婉心，她是假冒的，假冒的。你说舒婉心是假冒的？这个丽妃娘娘是个假丽妃。什么？丽妃是被人冒名顶替的？嘘，皇后娘娘千万小声点，别让外面的宫人听见了。这消息可当真？这刘德昭所言可靠吗？这刘德昭意识到自己死罪难逃，一心只想给自己留个后，所以他没有必要再胡言乱语编出这么荒谬的事情来。而且根据丽妃这次出巡的种种表现，她几次三番拼着性命去保护皇上，其胆识不像是普通官宦人家的小姐所为。我看此事十有八九会是真的。而且再往深里去想，这假冒丽妃的人，说不定和李氏兄妹他们都是同一伙人。那这刘德昭手里可有证据？没有，就是因为他手里没有证据，所以他才不敢声张，只是拼着命的想要见我，想私下里和我做个交易。那依三叔所见，我们现在该如何应对？要不要去告诉皇上？万万不可！现在皇上对丽妃宠爱有加，而且此事又关系了皇家的脸面，我们一定要把真凭实据拿到手里，再一举扳倒李氏兄妹，
还有这个假扮李妃的人，不然大蛇不成，反要遭蛇咬啊！那三叔的意思是？现在唯一的铁证就是活着的舒婉心。我会悄悄地派人去趟山西，通知山西新巡抚，让他设法悄悄放掉裘贵和裘敏姐弟俩。我们让裘贵替我们找到真正的舒婉心。拿菜。安排一个可靠的人，把这封信交给裘贵，告诉他，只要他能找到真正的舒婉心，便可以戴罪立功。不仅他和他姐姐的命可以保住，就连刘德昭都可以罪减一等，保住性命。您放心，这事儿就包在我身上。去吧。拿去抹药吧。这李太医，李公公，叔父的意思是，纳赛和索额图又在想办法暗算我和易欢。索额图昨天在御书房门前候着，准备向皇上汇报顺天府尹甘国泰一案。突然刑部派人来找他，说是刘德昭坚持要见索额图，说有重要的事情要汇报。索额图去了天牢以后，他就跟纳赛在旁边咬耳朵，估计没什么好事，搞不好啊跟你们兄妹有关。我知道了，多谢叔父提醒。你小心点。大师兄，我怀疑刘德昭他把我假冒舒婉心之事通给索额图了。索额图早就怀疑我跟易欢另有图谋，如今他肯定怀疑我们三个是一伙的。他眼下不动声色，只是因为除了刘德昭所言，他别无证据。可此事事关皇室颜面，他一定会派纳赛去追寻舒婉心的下落。如果真让他找到舒婉心，那我们就麻烦了。你放心吧，我已经派人去给孟祥和送去了消息，让他和舒婉心一定要小心隐藏行踪。有劳李太医。丽妃娘娘客气了。皇上，这些就是吴应奇从云南押送进京的永历帝遗物。台上跪着的那个男人，还有他旁边跪着的那个女人，你好好的看看他们，记住他们的样子，永远不要忘记。他们是谁啊？我为什么要记住他们的样子，永远的不忘？先别问为什么，听义父说，好好看看他们。这是你第一次看见他们，也是最后一次看见他们。
老大，想什么呢？没有，我只是在想，永历作为前明最后一个皇帝，日子一定不好过。他在被平西王绞杀之时，又作何感想呢？还能作何感想？这亡国之君呢，不如丧家之犬。朕看了这些遗物，也很受震动。所以，朕一定要励精图治，造福百姓，绝不重蹈前明的覆辙。龙小弟，我相信你，你一定能做好的。不过，吴三桂他派人夺走了金钥匙，肯定没安好心，你自己得注意点了。相比于金钥匙的真正下落，朕更在意的是，如何以永历帝为镜，做一个真正的好皇帝。再说了，就算这金钥匙在吴三桂手上，朕也不惧，因为铜匣子在朕的手里，所以他就算凑齐了3把金钥匙，也是没用的。龙小弟，你还不知道你手里的铜匣子其实是假的，也不知道吴三桂抢回去的金钥匙也是假的。真的钥匙已经落在朱哥哥手里了，否则你恐怕会寝食难安的。现在已经查实，有259名官员打着抓捕乱党的旗号，贪赃枉法、草菅人命，冒领所谓的功劳，然后骗取朝廷的封赏。这么严重？何止严重，简直骇人听闻。就拿左翼前锋营统领隆德多来说吧，2年前，他还是小小的伪属前锋营侍卫，从五品，正是靠着一连串这样所谓的军功连升5级，摇身一变，变成了现在的正2品5职京官。隆德多朕是知道的，半年前，他捣毁了在京城反清联盟的5个据点，抓捕了50多名逆匪，朕还亲自赏了他1件黄马褂。可皇上有所不知，这50多名逆匪，有近一半是被冤杀的。你说什么？这些被冤杀的人，都是些遭受了旱灾、水涝的一些逃难的灾民，还有一些是在当地被地方的官员逼得进京城告御状的一些老百姓。既然这些人是被冤枉的，朝廷也派出了监斩的人，为什么他们不喊冤呢？隆德多为了坐实所谓的军功，在这些死囚上刑场前，都给他们灌下了哑药，让他们有冤难诉。真该死！皇上，其他官员骗取军功一样是花样百出，还有比隆德多更严重的吗？有，京城护军参领阿必齐。阿必齐？他府上挂的那个国之栋梁的牌匾，还是朕亲笔给他题的字呢。这阿必齐用的和隆德多是相似的手法，一路累计军功，从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城门吏，平步青云，如今已官拜3品。他冤杀了多少人？奴才查实的，这阿必齐杀的300多人当中，只有100多人是有过大逆不道罪行的，其他的都是冤杀的。更好笑的是，同样一个人名，却反复被杀了5次，身份一会儿是老妇人，一会儿是垂髫小儿，一会儿是中年男子。怪不得呢，怪不得我一个弱女子都被他们当成乱党逆匪给抓起来了。他们一定听我的口音是外地人，又无亲无故的，所以想拿我的人头去充数。索土，奴才在。把这些查实罪名的官员全部给朕抓起来，送到刑部审理。这。皇上圣明。圣明？你是在嘲讽朕吗？有哪个圣明的君王身边有这么多的贪官酷吏？哪有啊？你刚亲政不久，之前那些烂摊子都是鳌拜弄的，跟你没关系。身为天子，岂可诿过于臣子？看来朕必须尽快好好选一选能臣和贤臣，整顿一下朝廷的吏治。龙小弟，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。朱哥哥，你都瘦了，下巴都尖了。你呀，总算知道关心我了。其实是雪姐姐先发现的。朱哥哥，
我总是习惯了你对我的呵护，却很少主动关心你。小丫头，干嘛跟我说这些？我知道你现在心里一定很难受，其实我也不好受，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才好。欢梅，你别说了，我明白你的心，我不怨你，我只恨我自己无能。朱哥哥，你千万别这样说，你越这样说，我心里越内疚。欢梅，我们从小青梅竹马一起长大，我们对彼此都太熟悉了。这对于我们的感情来说，既是好事，也是坏事。而康熙对你来说，就是一个琢磨不定的诱惑，所以你对他充满了幻想。欢梅，要不要跟我打个赌？什么赌？赌康熙能不能说到做到？我赌他不能。康熙他是个皇帝，而且他最讨厌那些贪官酷吏了，他一定能够说到做到的。好，那咱们这就赌上了。赌注是什么？100两银子还是1000两银子？我不跟你赌钱，我赌你的心。如果你输了，我相信你对康熙的幻想也就破灭了，你也不会再被他所迷惑。到时候，你乖乖跟我一起光复大明，做我未来的太子妃。那如果你输了呢？如果我输了，那连我也会对康熙服气。到时候，无论你做什么，我也认了。嗯，好。你说什么？皇上，大刀阔斧的整顿吏治，已将隆德多、阿必奇等259名大小官员全部入狱问罪。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万万不可以！索图，奴才在。这259名官员，罪证已经全部坐实，朕即刻就封你为监斩官，10日之后将他们全部问斩。啊，皇上，全部问斩？怎么？你还要朕再说一遍吗？不用，皇上，奴才听明白了。奴才这几天偶感风寒，一直咳嗽不停，浑身发冷，然后还不停地冒汗，一直在咳嗽。奴才一直在坚持着办差，可是到了今天，为师觉得有点撑不住了。奴才想请皇上开恩，可不可以拖延几日让奴才办差，或者另外再派一个人去监斩？索图啊，你这病的可真是时候啊！真有点撑不住了。行了，你回府养病去吧。奴才谢皇上恩典，奴才告退。老滑头！皇上，其实索大人办案倒是很利索，也很有章法，是个不可多得的能臣。只是他没想到，皇上会如此严惩这些贪官污吏。若是让他监斩的话，就相当于让他得罪了大半个朝廷。又想在朕的面前捞功劳，又不想得罪别人。是，只怕眼下这监斩官的人选是不好定了。毕竟谁也不想一下子站到大半个朝廷的对立面。臣倒是无牵无挂，但臣是个汉臣，名义上又只是一名太医。皇上让我在暗中协助索大人办案，这倒是可以。若是在明面上对臣委以重任，只怕不太好。朕明白，
你不是怕事，你是愿意为朕效力的，但是朕也不能将你推到火堆上去烤。多谢皇上体恤，只是眼下这监斩官，怕是无人敢胜任了。罢了，那朕就亲自监斩，狠狠杀一杀这朝中的歪风。龙小弟，你太厉害了，我支持你。哼，朱哥哥，怎么样？我都说了吧，康熙是个好皇帝，是个励精图治的好皇帝。现在就下结论，未免太早了吧？如果康熙真的有魄力，把这259个贪官酷吏的头都给砍了，那我就认输。好啊，那就再等时日看看。好。皇祖母，近来身子可好啊？老太婆倒挺好，可是哀家怎么听说这些日子皇上从来没睡过一个囫囵个儿的觉了？皇上虽然年轻，也不能太疲劳。这个啊，其味如何？皇祖母，这杯参茶，汤色清澈，可是药味就没那么浓了，提神的效果也没那么好。是啊，水至清则无鱼嘛，浑水养鱼呀。皇祖母，您老人家似乎话里有话呀。是啊，哀家是有话要跟皇上说。听说皇上一怒之下，将259个大小官都拿下问斩了。啊，是，皇祖母，这些人啊，贪赃枉法、草菅人命，都死有余辜。他们的所作所为啊，哀家也知晓。皇上要砍他们的脑袋，也是不为过。甚至有些人，你可以株连他9族，以儆效尤啊。皇祖母，其实呢，孙儿一次性要砍这么多贪官的脑袋，孙儿的心里啊也是有些不安的。多谢皇祖母的支持，孙儿这样就可以放手施为了。哀家呢，自然要为皇上仔细的打算，全力的支持皇上啊。只是哀家老喽，说上10句话，皇上未必能耐心的听上1句呀。孙儿听出来了，皇祖母是在埋怨孙儿自作主张吧？皇祖母，咱们祖孙心连着心，你要是有什么话，就直说好了。皇上可知道，那左翼前锋统领隆德多的娘家是谁吗？知道。这隆德多的祖母和皇祖母是堂姐妹，皇祖母可是要给隆德多求情，饶他一命。哀家为他求情，并不是为了亲情。皇上，你要知道，你擒拿鳌拜，
为什么被鳌拜收买的那些守军没有异动？为什么鳌拜私下集训的那些亲兵没有起事？难道这件事情和隆德多有关？隆德多实际上是哀家安插在鳌拜身边的一颗棋子。他为了取得鳌拜的信任，大肆的诛杀对抗朝廷之人。这些人有的是该杀，有的是错杀。可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！在你擒拿鳌拜之时，隆德多他借口清查乱党，在京城实行了宵禁，让鳌拜的叛军无法出动啊！这才让你在宫中擒拿住了这个鳌拜呀！皇祖母，这些事情，您为什么不早点跟孙儿说啊？皇上，你虽然年轻，但是呢，你许多事情很有主见，未必会赞成哀家的某些手段，所以哀家呢就隐瞒了。好吧，那就算隆德多将功折罪，夺取爵位，革职为民吧。多谢皇上给哀家这老脸，那就恕哀家倚老卖老，要多向皇上讨几个人情了。皇祖母，请说。皇上知道这朝堂的背后可是盘根错节呀，牵一而动十，牵十而动百。你还太年轻，而皇祖母已经经历了3代的兴衰呀。皇祖母不得不为你想得周全一些。皇祖母的意思是？这上头的人都是跟皇上和大清江山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的人，望皇上处理他们时，需多多的酌情考虑。这些画圈的，不妨就最简易的；这些画勾的，最好是立即释放。只有这画叉的，则立即斩除。皇祖母啊，这孙儿啊，不是皇祖母一定要干政，皇祖母不过是一介女流罢了。这黄土都已经埋到脖梗上了，还为什么要跟自己的孙儿过不去呢？你要相信，皇祖母的所作所为，都是为了皇上，为了这来之不易的大清国呀！皇祖母切勿伤怀，在这世上，皇祖母自然是孙儿最信任之人。你明白这一点就好，孙儿啊。皇祖母知道你现在整顿吏治，但是你不能够急于求成啊！这欲速则不达呀！这病重之人下不得猛药。朱哥哥，咱们等了好几天了，也没见那个内奸露面。还不是你上次打草惊蛇了？你呀，总是不听我话。我们先回宫吧，估计不会来了。哎，我还不想回宫呢。那你想去哪儿？我想吃串冰糖葫芦。你呀，就是一只馋猫。走吧。嗯。你慢一点，别转晕了。你要吗？不给。哎，这哥哥。老丁说啊，来这个地儿试一下，怎么样？不错吧？今天这天还真不错。是啊，我介绍的地方能错吗？哎，你这鸟的品种不错啊，我可是花大价钱买来的。哎呦，是吗？哎，我告诉你们，我还知道一家小店，那里的姑娘弹得一手好琴，那小曲儿唱的，哎呀，可了不得。是吗？是啊，这跟你们说啊，心痒痒的。哎，这样下看看呀，我来做东，咱们哎，朱哥哥，那不是隆德多吗？难道我眼花了？
你没看错，为首那个是隆德多，跟在他身后的那个是阿比奇。怎么可能呢？他们现在不是应该在天牢吗？3天以后就问斩了。很明显，事情出现了变故。环美，看来你赌输了。不可能，一定是他们向索额图行贿，所以索额图把他们放出来了。索额图不是要钱不要命的人，而且，就算他们私自被放出了天牢，怎么可能无缘无故大摇大摆地出现在这里？不可能，龙小弟不会出尔反尔的。环美，别傻了。像隆德多、阿比奇这样的贵族子弟，就是爱新觉罗氏的鹰犬。就算这些鹰犬偶尔咬错了几只驯鹿野兔，那对他康熙来说，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。但是，一旦他失去这些效忠的鹰犬，那他的皇位就不稳了。不可能，龙小弟不会说话不算数的，他不会骗我的。环美。世叔姑娘，皇上吩咐过了，谁都不见。不行，我有重要的事情问皇上。哎，龙小弟，世叔姑娘，您轻一点，皇上睡着了，别惊扰了圣驾。哎，世叔姑娘，小声点儿。龙小弟，皇上根本不是睡着了，他是喝醉了。啊？皇上喝醉了？哎呦，老奴该死！老奴该死啊！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也不知道啊。这皇上一早啊就写了一道圣旨，交给了索额图索大人，然后就把我们都赶出去了，说是要一个人静一静。我知道了，这儿交给我吧，你去给皇上端一碗醒酒汤来。好，好，好。哎呦，这皇上要真伤了龙体，我这罪过可就大了。哎呀，龙小弟，龙小弟，醒醒！老大，你来了，陪朕喝2杯。别喝了，你这以前不酗酒的，现在怎么了？什么都别问了，陪朕喝2杯吧。不许再喝了！看着我，我问你，阿比奇、隆德多是不是你下旨放他们的？你是皇上啊，你怎么能出尔反尔呢？天子的话，金口玉言，一言九鼎的。是啊，朕是皇上，应该金口玉言，一言九鼎的。你太让我失望了，老大。朕对自己也很失望。朕以为朕亲政了，就可以乾纲独断了，没想到。而且我就不明白了，你是皇上啊，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而且你要杀的都是那些死有余辜的贪官污吏，既不违反大清律例，又顺应民心啊！老大，当皇上哪有那么简单啊？朕现在心里好难受，让朕抱一抱好不好？让朕抱抱。说话不算数，我再也不想理你了。哎，老大，老大，哎，起来。你就是个大骗子，我再也不想理你了。你还记得这把扇子吗？还记得上面的字吗？你曾经说过，你不会让你的耳朵变成摆设。可是如今我才知道，你不仅是一条装聋作哑、没脚没爪的龙，你根本就是一条虫。是一座红尘的城墙，煎熬过你给的苍茫，用半世的真换一世的伤，奈何不了无言过往。如果真心总喜欢流浪，谁会陪我遥望夕阳？用痴心的苦
换天真的想，思念比毒药更传长。我不能和你在一起，相遇是最痛的别离。如果我不是我，你不是你，其实这就是我要的意思。你要记得曾经答应过我的那些话：消除贵族特权，革除积弊，整顿吏治，让全天下的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。好，我答应你，这个利息我一定还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盖章。龙小弟，我这个老大可能要先行一步了。别说胡话，咱们两个是拜过把子的，说好了有难同当，同生共死的，所以为了我，一定要撑下去。龙小弟，我也好想陪你回京城啊！放心吧，我还想去收那些你欠我的利息。放心吧，人不死，账不来，一定要好好偿着。要是你不在，我来账了怎么办？不会来账，因为你是一个好王。我之前说过，你是天底下最不该爱的人。可是我现在收回这句话，你真的很好。谢谢，谢谢你，老大。谢谢，所以一定要撑住。相遇是最痛的别离。如果我不是我，你不是你，眼泪就失去爱的意义。我不能和你在一起。康熙在骗了我，康熙在骗了我。如果昨天可以重新定义，我依然愿意再次遇见你。如果昨天可以重新定义，我依然愿意再次遇见。朱哥哥，我输了。别难过了。环美，我早就说过了，康熙在微服私访的时候，考虑的或许真的只有百姓。可他一回到这紫禁城，回到金銮殿，考虑更多的是他的皇位。朱哥哥，我问你，如果有一天你当上了皇上，你会不会跟康熙一样，在你心里最重要的是黎民百姓，还是你的皇位？你要说实话，不许骗我。如果有一天我做了皇帝，康熙没能做到的，我都能做到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我永远不会骗你。我跟康熙不一样，他从小生长在宫里，而我从小生长在民间。我对老百姓的感情和他对老百姓的感情是不一样的。我远比他了解民间的疾苦，朝廷的积弊。环美，如果有一天我骗了你，就让我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我不用你发这些毒誓，我相信你，朱哥哥。最起码你没骗过我，不像康熙那样。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师父跟爹要光复大明，扶你登基了。环美，你终于想明白了。我想明白了，而且通过这次山西微服私访，我也看明白了很多以前没有看明白的事情。
像我们以前那样小打小闹，这里诛杀一个恶霸，那里铲除一个贪官，不过是图一时的快意恩仇，根本没有办法把老百姓从水深火热当中解救出来。欢梅，我永远不会辜负你对我的期许。我希望你也不要辜负我对你的感情。皇上吉祥。凭什么？是。叶欢呢？回皇上，诗诗姑娘已经安歇了。你们先退下吧。是。老大。老大。老大，朕知道你还没有安心，朕想跟你说会儿话。老大，皇上，您还是先回去吧。诗书姑娘，她是小孩子脾气，您越是上赶着跟她解释，她就越是听不进去。您先放下几天，过几天自然就好了。只怕这次事情非比寻常，他跟朕不是一般的知己。皇上您放心，奴才跟李太医会好好劝劝他，相信他会明白的。真没想到，康熙会临时改变主意。这样一来，你打算借机挑起清廷内乱的计划，怕是落空了。虽然计划落空，但欢妹及时醒悟了，也算是意外之喜。啊，那就恭喜大师兄了。这样一来，小师妹就能收回对康熙的心思，一心一意地对待你了。只怕这付出的感情，不是说收回就能收回的。但愿吧。师弟，怎么什么动静都没有啊？不知道，不过应该快了吧？吴应奇最近几天每天都会在这个时候演出。吴应奇的大哥吴应雄是建宁公主的额驸，他们平西王府在京城也有很多的亲友故旧，所以吴应奇应该会有很多的应酬。哎，应酬肯定是有，但没准儿他还有什么其他的计划呢？师姐，我觉得三师傅说的对，我们还是应该提防一下吴应奇，别被他的外表给骗了。
你别提我爹了，我爹根本就没把我当成他的亲生女儿，他只喜欢一欢一个人。哎，你可千万别这么说你爹啊！三师傅其实很疼你的。你还记得上次你赌气出走，三师傅在门口眼巴巴的等了你一晚上。哎呀，哦，对了，还有你脸上的伤，三师傅其实一直都在为你寻找那些珍稀的药材，为你配制那个什么冰肌玉元膏。还有小师妹，其实他心里也一直觉得挺对不住你。好了，你别说了，我不想听。好，我不说了。二公子，哎，师姐，吴应基出来了。这客栈到底是要做什么？应该是见什么人吧。师姐，你在这守着，我跟进去看一下。嗯。上！快跟上他们！师弟别急，只有石青红在马车上，吴允琪应该还在客栈里。哎，师姐，你看走眼了，那个驾马车的根本就不是石青红，而是吴应琪。他们刚刚在客栈里互相换了装束。难怪石青红今天一直带着竹笠，我这居高临下的看不清他的脸。原来他们在玩障眼法。吴应琪如此小心谨慎，只能说明一点，他在干的肯定是一个见不得人的事儿，说不定真的跟金钥匙有关。走。好像是在等什么人。这么晚了，他肯定不是一个人来这里看风景的，必定是在等什么人。师弟，你看，湖中间有一艘大船。想不到吴应琪行事竟然如此小心谨慎，居然将与人约见的地点定在了湖中心的大船上。
樊师姐，你该不会到现在还认为吴应奇只是一个胸无城府、只懂得琴棋书画的文弱书生吧？可是也有可能是吴三桂的指示吧？你别再拿这些借口自己骗自己了，好不好？师姐，三师傅那边我可以替你打掩护，不过三师傅说的对啊，吴应奇他毕竟是贼人吴三桂的儿子，我们不可以不防。师弟，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啊？放心吧，我有办法。二公子，二公子，师弟，你可千万注意安全，万一有什么意外，我随时去接应。好的。二公子，坐吧。既然人都到齐了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心里的任务，大家都记住了。记住了。既然记住了，知道该怎么办吧？各位都是江湖上的英雄好汉，既然你们愿意效忠于我，那么就按我们之前说好的规矩来。你们若肯忠于我保你们荣华富贵；可若你们对我有二心，也休惯我翻脸无情。我等誓死追随二公子，永不背叛。好。吴应奇约见的都是些什么人？我看不到舱内的情形，不过舱里除了吴应奇，大概还有10几个人。听他们说话和呼吸声，个个武功高强，应该都是江湖中的好手。吴应奇有提到这些人的名字和身份吗？没有啊，本来在这种地方约见就已经十分安全了，可吴应奇还是十分小心，出言谨慎，连即将布置的任务都是写在密信上的，我打探不到更多的消息了。师姐，现在你应该明白了，吴应奇其实很难对付，以前都是我们小看他了。也可能吴应奇没你说的这么可怕，这些江湖中人应该都是吴三桂暗中网罗的，他只不过是受他父亲的指派，和这些人接头罢了。至于那些密信，也有可能是吴三桂提前写好的呢。不对，吴应奇绝非一隅之辈，他心机很深，好像在暗中谋划着什么事情。对了，那些江湖之人宣誓的时候，也口口声声地说效忠的是他吴应奇，而非吴三桂。师姐，我觉得三师傅说的对，你现在是被吴应奇给蒙蔽了，丧失了应有的判断。我哪有？我只是在分析另一种可能性罢了。小心驶得万年船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以后跟他打交道的时候，还是小心一点吧，千万不要利用他不成，反而被他给利用了。
老大，你就别再板着一张脸了，行吗？皇上千万别折煞奴婢了。奴婢啊，跟皇上是尊卑有别，奴婢再也不敢冒充什么老大，冒犯龙威了。朕知道你心里还在生朕的气。没有，奴婢在皇上面前只是一只小蟑螂。哦不，奴婢就是一只小臭臭。只要您龙族一抬啊，就能把奴婢剁个稀巴烂。是吗？那你昨儿个还骂朕是个骗子，不仅是个骗子，还是天底下最大的骗子！你还撕了朕的檀香古扇。奴婢得了失心疯了，求皇上治罪，奴婢罪该万死。老大，你就别再和朕赌气了，好吗？你以为朕不想杀尽贪官，整顿吏治吗？朕想，朕做梦都想。可是朕这个皇帝也不是万能的。太皇太后说的对，这朝中的事情很复杂，没那么简单，不能操之过急，否则只怕打虎不成反被虎咬。朕只能徐徐图之，你要体谅朕的苦衷啊。二公子，时候不早了，咱们该赶路了。再等一会儿吧。叶姑娘和叶少侠一定是在京城寻到了亲人，想必不会和我们一起去滇都了。咱们还是赶快赶路好了。来，二公子请。倩影，倩影，叶兄弟，二公子，二公子，我还以为今生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所以说这就是缘分。我们原计划在京城投亲，但找了许久也没有找到，听说是以前搬到外地了。我本想在京城找一家镖局落脚，但是我妹妹一直拉着我，让我来投靠二公子。不知二公子可否收留我们兄妹二人？这还用问吗？求之不得啊！请。这一纵队向左，这一纵队向右，啊！开始攻城！哈哈哈哈！老爸，有人来了，有人来看我了，我要吃的。老爸，我是易欢，我来看你了，给你糖吃。我要吃的啊！哦，好吃，真好吃。玉欢，玉欢是谁啊？我要吃，好吃，我好吃。我的糖。老爸，乖，不能再吃了，这个不能再吃了啊，乖，不能吃了。这还有呢，鳌拜，还有呢。鳌拜，你看，这是桂花糕，给你的。
你是好人，他是坏人，他欠我糖，不好。哎，好吃，好吃。猪哥哥，看来鳌拜是真的疯了。好吃。吃完了，我们要撒出去。鳌拜，我们先走了啊，把吃的放在这儿，你自己慢慢吃。你们下次来看我，再知道。我还要。走吧。好吃，吃完了我们撒出去。以前呢，我觉得鳌拜很残暴，很可恨。可是他疯了以后，今天又看到他这样，我真的觉得他很可怜。你觉得他可怜，说不定他自己觉得很快乐呢。他这一生，前半辈子替爱新觉罗一族打天下，后半辈子在朝堂上和其他3个顾命大臣斗得你死我活，未必有现在的日子过得自在。鳌拜这一疯，他手下的情报网络也都瘫痪了，潜伏在咱们明珠谷的奸细也不会再露面了。现在形势很复杂，樊师妹跟叶师弟跟着吴应奇去了云南，继续打探1号金钥匙的下落。希望他们能顺利找到金钥匙，咱们也顺利找到真的铜匣，再找出潜伏在明珠谷的奸细，这样咱们就可以撤出紫禁城了。环妹，你不是一直打算继续留在宫里吗？那是以前，现在康熙已经不是我的龙小弟了，我不想再继续留在那个骗子身边了。走吧。来看一看啊，都是自家做的，带一个回去吧。看一看这个。真没想到，滇都不仅有京城的繁华，还有京城看不到的民族风情。对啊，其实滇都啊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。等我这次见了我父王之后，我带你们再好好逛逛。你爹是不是很凶啊？我父王平常是个不苟言笑的人，因为是军人出身，所以总是有点不怒而威。说实话，我每次见到他呀，我心里还会发怵呢。但是他人还是很好的，尤其是对我和我娘，他心里啊还是很疼我的。天下无不是的父母。平西王虽然在世人的口中颇受争议，但我相信他一定是个疼爱儿子的好父亲。对啊，庆阳，你真是善解人意。二公子辛苦了。王爷有命，要二公子一回来，速去复命，不得耽搁。好，我这就去。叶兄，倩影，我娘和我喜欢清静，所以自行冠礼之后，我娘就随我搬出了王府。这样甚好。倘若真是平西王府的话，只怕我们兄妹二人还不敢踏入了。吴嬷嬷，这位是叶兄弟，叶姑娘。你要为他们安排最上等的客房。二公子放心，昨夜接到消息，我就准备好了，一切用度都安排了最好的。哎，对了，让你准备的药材，你准备齐了吗？大多都准备好了，都是双份，但唯有一味雪肤草只找到了1份。倩影，你看，为你调制药膏的药材，咱们可找齐了。可是，皇上命你把1份药材送往京城，这雪肤草却只有1份。皇上那边啊，咱们再想办法。当然是先给你找齐了药钱。叶兄，倩影，我还有要事，就无暇陪你们先拜见我娘了。你们先到府上安顿，有什么需要的就跟吴嬷嬷讲，等我晚上回来，再给你们接风洗尘。
二公子且忙正事要紧，不必以我们兄妹二人为念。这二公子连衣服都来不及换，看来定是有要事。叶公子，叶姑娘，请。叶姑娘，请。叶姑娘，看看，还有什么短缺的？哦，没有了，都挺好的，有劳了。那叶姑娘且先安歇，我再去叶公子房里看看。主母之命来请叶姑娘一见。你家主母是？我家主母是平西王侧妃，二公子的娘亲。平西王侧妃就住在这里吗？我家主母喜欢清静。叶姑娘，这边请。主子，叶姑娘来了。民女叶倩影拜见王妃。不必多礼，看茶。是。想不到二公子的娘亲如此年轻美貌，优雅端庄，也只有她这样的娘亲，才生得出二公子那样的儿子吧。我琪儿在家书上说，叶姑娘是她新结识的朋友。并且是她的红颜知己。琪儿这一路上遇到了很多惊险，多亏了叶姑娘屡次搭救，我心里好生感激。王妃言重了，二公子吉人自有天相，我不过是略施以援手罢了。叶姑娘，你虽说是江湖儿女，但是性子却温柔和善，落落大方。我一见你，心里就好生欢喜。叶姑娘，你还是第一次来滇度吧？你且安心的在我府上住下，等我琪儿忙完公务，让她带你四下好好逛一逛，好好的领略一下滇都风情。多谢王妃。父王，孩儿不敢有所隐瞒。当初父王要孩儿运送永历帝的遗物进京，孩儿在登记造册之时，曾看过一眼这把金钥匙，但是也并没有十分留意。后来与山西总兵舒建会面之时，舒建特意将这把金钥匙贴身收藏，儿子也只是远远地看了一眼，
对这把金钥匙的印象也并不是十分分明。后来父王命密使从书剑那夺回金钥匙，那密使也是直接带走了金钥匙，孩儿也就没有机会再见到。所以您要问孩儿，这把金钥匙是不是当初的那把，孩儿也不敢确定。你这话说的是真的？那这把金钥匙？假的。假的？那真的呢？不知道，下落不明。那父王真是大意失荆州啊！当年绞杀永历帝时，父王就见他镜中带着一把金钥匙。当时我虽怀疑永历帝如此贴身之物必定十分贵重，但我却猜不出它究竟有何用途。所以，当朝廷要父王将永历帝遗物全部押送进京时，就没有将它扣下。父王，您是什么时候知道这把金钥匙的用途的？10多年前，父王绞杀永历帝以后，就已经成为朱明联盟必杀之而后快的第一人，所以父王就在朱明联盟里安插了内线。在你们押送永历帝遗物进京后，我才从内线那里得到了消息。当年崇祯皇帝意识到大明江山危机时，就将宫里的宝藏隐藏在一个秘密的地方，然后绘制了一张藏宝图，藏在了一个铜匣子里。除了藏宝图，这铜匣中还藏有各地朱明联盟成员的潜伏名单。所以这把金钥匙就是开启那个铜匣子的。不错，打开这个铜匣子的金钥匙一共有3把，3把必须同时打开，否则就会破坏机关，毁掉铜匣子里的藏宝图与名单。孩儿办事不力，没想到这把金钥匙有这么特别的重要性，孩儿竟然让它在眼皮子底下被人掉了包。父王可以肯定，你出发时带走的金钥匙那是真的，所以一接到密报后，父王就立刻派人快马加鞭通知你换下金钥匙。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，等我的人赶到时，金钥匙已经落到了书剑之手。没办法，我只好命人假扮劫匪杀了书剑，劫回金钥匙。可这把金钥匙已非是当初父王给你的那把了。孩儿办事不力，请父王降罪。琪儿，现在不是谈责任的时候，你要仔细想想，这一路上除了你和书剑之外，还有没有其他人也接触过这把金钥匙？这，琪儿，莫非你想起了什么？父王，孩儿将押送过程想了又想，实在没发现是哪个环节出了什么问题。琪儿啊，你这次京城之行十分辛苦，父王啊，对你非常满意。我已命人将给你的赏赐送到你的府邸，你先回去好好休息。若是想起什么，再回来告诉父王。是，孩儿告退。
千阳，千阳，怎么样？在这儿住得惯吗？要是缺什么的话，就跟我说一声。你娘给我送了好些衣物、玩物和金银首饰，现在我什么都不缺了。那就好。二公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好像脸色有一点不好。没什么，就是今天去交差时，被我父王数落了一顿。你一路上这么辛苦，你父王为何还要训斥你啊？还不是因为永历帝遗物里的那把金钥匙。什么金钥匙啊？千阳，你还记得吗？永历帝遗物中的那个首饰盒里，有一把金钥匙。当时你打开盒子看，还有东西掉在了地上。你捡起的东西里面，就有那把金钥匙。是吗？我不记得了，只记得那些东西掉在地上后，我就一股脑的都将它们捡回了盒子。莫非是舒总兵从永历帝遗物当中拿出来戴在镜上的那样东西？难不成就是那把金钥匙？不错。后来书剑遇刺，那把金钥匙也不知被什么人掳走了。我父王为此责怪我，说不好向朝廷交代。哦，这书剑遇刺一案，皇上已知道是山西巡抚刘德昭所为，那金钥匙应该就在刘德昭手上。如今皇帝已判他下狱，那这金钥匙就应该在皇帝手上。你父王不过是责备你几句罢了。我还是第一次外出办差，没想到办成这样，我心里很是自责。英奇，对不起，是我盗走了金钥匙，不过我盗走的也是一把假的，就算我告诉你实话，你只怕也不会相信。时候不早了，早点歇息吧。二公子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为你调制好的冰肌血肤膏。既是我承诺过你的事，就一定会为你做到。